今年是乐圣贝多芬迎奖250岁的名单，世界各国也拢规划了相关的庆祝活动，但是受到疫情影响来取消。台湾知名的大提琴家张正杰老师为了避免贝多芬伤心，悠然伫台南规划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将要伫12月20号登场，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来参加。如果若错过，阁要等待250年。2020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称为他乐圣的贝多芬，他刚好250岁。那其实，在3年前全世界都已经计划一堆要帮他做的生日音乐会，我估计起码有5、6万场。结果这个2020年这个疫情一发生以后，几乎全世界都取消光了。所以呢，我觉得身为台湾的音乐家，我们应该让贝多芬让他不要伤心，对不对？那乐圣贝多芬，让他再等250岁也太久了嘛，对吧？所以呢，我就决定一定要在台湾帮他做一些特别的音乐会，那就是用贝多芬别伤心，我们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那我在这边邀请大家12月20号，来台南这个文化中心或者文化局的演艺厅一定要来文化中心这边听我的这个独奏会这届上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张正杰老师特别将票价定伫100块，伊也笑咧表示，这个价格甲牛肉汤差不多，希望和民众无负担来欣赏音乐。这场音乐会呢，我真的是疯狂的把票价压在100元我想这个应该跟牛肉汤的价钱差不多而已嘛，对不对？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有压力，可以来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那更重要的是，这场音乐会的票只剩下一些而已，当然是嘛，跟牛肉汤一样嘛，对不对？要用抢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赶快去买票。这届的演出也将会表演另外2位作曲家舒伯特甲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希望透过优美的音乐，让大家会使有快乐度过疫情威胁的现在。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